今年10歲咁啊，所以咧就有個冰啊，梗係10字㗎啦。咁啊呢度係有一個嘅件或者康啦，隔離咗一個擺唔晒。咁咧呢個就係預咗係嗰個生日蛋糕嗰個底座度。啱啱我淨係做咗拍呢度，因為有啲斜，我驚佢做出嚟斜咧。咁就唔好派。咁就諗住可能諗一諗將呢啲移去隔離嗰邊，定還是移平啲咧？等佢平底，我哋先至做，或者一啲冰一陣間蜂溶，可能用緊少少冰會好啲，就唔夠位擺咯。咁呢個咧，我諗住拆定冇先啊嘛，到時生日先嚟拆咧就好難搞。頭先拆咗，我唔係呢度要阿標可唔可以幫手剪少少竹葉過嚟墊一墊啊？咪到時脱模嗰時會好難。嗰度有把鉸剪，咁我同你講埋呢邊啦，到時生日到你現場協調。呢邊就呢度其中一個10字啦，咁呢個就拆好咗啦，我攞竹葉墊咗底，到時你哋脱模咧就會容易啲脱咯。咁我諗住呢度已經做咗塊牌仔啦，健健康康嘅生日牌仔，咁就已經做好，同埋嗰度有兩隻熊貓公仔咯，我諗到時就擺喺蛋糕上邊做裝飾啦。這個就是健健跟康康每人都有一塊的那個生日蛋糕上旁邊的那個牌子，就主要是寫上我們對他一些祝福。就這個是字就用紅蘿蔔去刻出來的，然後下面那個就是那個黃金劍筆竹的竹子，我們就把它竹子我們就打成了枝。然後那些綠色的那個枝就用來做了一個冰塊，剩下底部那個竹子那個渣，我們就拿來鋪在這裡，做了一來好像一塊草地一樣，就還看上去好像蠻舒服的。二來就是讓他們可能感覺一下，咦，竹子的不同的口感，竹子變成了不同的形狀，會不會有一些口感上面的不同呢？這個是康康的，這個有點難。這個是一個大熊貓的冰塊的模樣，就是這樣子的。然後因為它沒有顏色，就不容易看見它是什麼來的嘛，我們就幫它補上一點那個高纖維餅乾，然後做成我們大熊貓的模樣。這個挺難做的，因為要把那個高纖維餅乾粘上去也不容易。呢度我哋或者整平個位先啦，會唔會呢邊會平啲啊？係啦，呢邊啦。將呢個鏟過去先。唔係啊，呢個拎佢出嚟。呢位有冇平啲啊？你覺得呢邊個位？定還是攞啲嘢墊攞張紙巾剪斷佢咯。墊一墊佢啊！你攞張接一接個位墊一墊佢啊！咪佢唔平做咗出嚟，歪咗就唔靚咯。接一接佢啦，係嘛？得㗎，試下呢個位。咁樣會唔會好啲啊？係咪平咗啲啊 ？OK，咁加水，我諗住加幾塊竹葉喺底，就可能啲味道上邊又豐富啲，又好食少少咁樣咯。咁你幫我加水啦。咁啊，標淋上去咯喎！你慢慢攞啦，咁我驚啲竹葉一陣間浮得太犀利。夠唔夠？這個是大概做成怎樣的一個造型？這個就是廣東話講都可以。呢個係預咗係生日蛋糕個底座嚟㗎，所以佢已經有一層蘋果味嘅冰喺底㗎啦。咁它凝固了以後，我們是把它反過來，所以這個是它那個竹子那個是底的，然後上面就是蘋果口味的那個冰塊。我們等一下還要再多做一層生日蛋糕的上面的另外一層，那它層次跟口味上就更加豐富了。呢盤冰冰可能都要拎埋出嚟先。佢粒粒，然之後擺落去榨汁機度炸咗佢，唔使切太多噶啦。咁咧就做埋呢上面呢個兜兜度。連皮啊？連皮唔使太多嘅，唔使太多嘅。
依家標個粥要咁趕未翻嘅。打緊陣。咁我幫你洗定佢咁啊，差唔多都夠個量噶啦。咁啊，打咗佢，另一個嗰個上面嗰層嗰就，哦，你放落嚟啊，放落嚟呢度打。加啲水，我攞啲水先啊。等一下。好似都唔係好夠位放。攞多個嚟搭住咧。唔係啊，佢咁樣咯，放住個雪櫃度先啦。哦，個南瓜味好黃，呢個少少色口。你睇下，係加多少少，加多啲啲都得咯。你加，嗰陣咪啲泡泡，我驚佢整。再加多啲啲咯，你個生日蛋糕高啲好睇啲吧。差唔多啦。你手得唔得？呢度。我同你哋講定先啦，我驚生日嗰日我要做其他嘢。好。呢度咧有2包嗰啲大嗰啲冰粒咧，因為個10字啊，其實佢都好大同好重咧。係。咁如果好似以前咁，將佢凍喺個蛋糕上面咧，應該佢冇咁容易企到好冧低啊。我就諗住到時呢2袋冰咧，咁你咪 A 場一袋 B 場一袋，可以。攞袋冰倒咗喺度，然之後嗰2個數目字就插喺袋冰度，然之後隔離係蛋糕咁佢可能會固定得好啲。我驚出到場佢一溶咧，佢就會冧落嚟咯。OK，冇問題。係啦。